平生貴生真係有分別。一驗到有咗，普通家庭多數都係去咗診所睇醫生，再排期供納，去到第10週先至有第一次嘅超聲波同埋產檢。當時 BB 係點嘅情況，陀得穩唔穩真係唔知，只有正常生活同埋返工嘅啫。超華家庭就唔使諗，一 check 到有咗，即刻走去做超聲波，早孕期嘅檢查，醫生即場講解個情況係點，下一步點做，人都安心啲。而媽媽有咗，第二樣嘢跟住嚟嘅就係又攰啦、眼瞓啦、食嘢唔舒服啦、想反胃啦。普通家庭都係忍下頂下先，咩係正常，咩係唔好都唔太清楚，只有估下同埋 Google 下。就算爸爸神隊友幫手都好，煮埋飯做埋家務，多少都會有啲吃力。而車華版上階段見完醫生，已經知道咩係正常，咩需要注意，點樣分餐食，點樣食得舒服啲冇咁反胃，作息點配合，甚至乎如果影響生活嘅，醫生隨時可以俾一啲意見、方法同埋開藥，令到成個孕期會舒服啲。咁老豆分工上要配合都容易啲，冇咁吃力啦。咁大家又覺得個重點喺邊呢？理想嘅孕期一定係安心又放心，對於大肚婆同埋 BB 先係最舒服嘅。富貴啲真係可以俾多啲錢跟得貼啲。平民版嘅如果準備足同埋計劃有嘅，其實都做到99分。懷孕初期有啲咩係值得做，有咩係智商稅？留言我準備好啦，等我話你知啦。